您好，我爸爸最近刚过世。很好，我有你参奖高兴。很好，我有你参奖高兴。请问我们要怎么办理继承登记？请问我银行用一篇继承登记？请问我银行用一篇继承登记？请问您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有协议好要如何继承吗？请问现就叫介兄弟姊妹有协议好按用做继承吗？请问现就叫介兄弟姊妹有协议好按用做继承吗？是大家平均分配，还是分给部分的人？是大家平分，也是分得部分的人。是大家平分，也是分得部分的人。我们讨论后决定全部给大哥。我银讨论了后，决定跪下的大哥。我银讨论了后，决定跪下的大哥。哇，你们兄弟姐妹真和谐。俗话说，兄弟一条心，门前土地变黄金。哇，迄个兄弟姊妹真好。人讲兄弟一条心，望你变心金，真好。哇，迄个兄弟姊妹真好。人讲兄弟一条心，望你变心金，真好。很好，那您这需要用分割继承方式办理。这是登记的流程图。现在要用分割继承方式办理。也是登记的流程图，现在要用分割继承方式办理。也是登记的流程图，应付文件需要被继承人除户户籍誊本。应付文件要批继承人支付户籍誊本。应付文件要批继承人支付户籍誊本。继承人户籍誊本、印鉴证明各一份。继承人户籍誊本、人监证明各一份。继承人户籍誊本、人监证明各一份，都在户政事务所申请。农大户政事务所申请。农大户政事务所申请。这是土地登记申请书、继承系统表的空白表格，也是土地登记申请时继承系统表的空白表格，也是土地登记申請時繼承系統表的空白表格，还有这份遗产分割协议书，也就呢份遺產分割協議書，也就呢份遺產分割協議書，需给全體繼承人簽名該印鑑章，愛簽譜的繼承人簽名，頓人監認字，愛簽譜的繼承人簽名，頓人監認字。我明白了，有關遺產稅要到國稅局申報。我了解啊。有關遺產費要開骨灰口申報。我了解啊。有關遺產費要開骨灰口申報。這裡有國稅局的聯絡電話，您可以先撥電話詢問。謝謝。了解骨灰口的聯絡電話，現每種先打電話開門。羅拉。了解骨灰口的聯絡電話，現每種先打電話開門。羅拉。資料準備齊全後，送來我們這裡。資料整批對冊了後，送到我印裡。資料整批對冊了後，送到我印裡。送件後案件審核沒問題，5個工作天內就可以來領權狀。送件了後，案件審核沒問題，唔該工作人員7分鐘來領權狀。送件了後，案件審核沒問題，唔該工作人員7分鐘來領權狀。這些資料讓您帶回去參考。你都資料得很隨便可以參考。你都資料得很隨便可以參考。提醒您要在6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，不然會被處以罰鍰哦。係長限，愛打6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，那麼會等人罰錢哦。係長限，愛打6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，那麼會等人罰錢哦。我懂了，謝謝你的說明。我哋啊，羅拉很嘅生命。我哋啊，
落力迄个生命。